哎，都摆好了，马齐了啊！哎，是。这儿，到这儿。大白天你就使这招啊？习惯了。你找我来什么事儿啊？我跟琳琳聊过了，聊过了。给你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。要求？哎，这是干嘛用的？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啊，这是书籍，那个是砖头。这砖头，不会是用来拍我的吧？我们琳琳说了，就喜欢那种身强力壮、饱读诗书的男人。你除了会耍嘴皮子，你还会干什么呀？别说我没帮你啊，把这些都给我搬回去，好好练习吧。我练？那我练。让我自己用手搬回去。想不想娶媳妇儿，你自己看着办。7天之后来我宫里找我，我要对你进行抽查。娘娘，榴莲这么臭，你怎么下得去口啊？来吃一块，吃一块，吃一块。看样子你是准备好了。姐姐，这里怎么充满着一股屎的味道？姐姐，让你吃屎！没文化，没文化！我吃的哪是屎？这个东西叫榴莲，这是我特意托朋友从马来西亚运过来的，高级货。赏你一口。姐姐，我才不和你们同流合污呢，我绝不吃屎。哼，我准备好了。这桶对我来说也太小儿科了。